9月20日，澳大利亚维吾尔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澳大利亚代表和悉尼的维吾尔人会见了澳大利亚议会的9名议员。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在会议上，他们向国会议员介绍了维吾尔人当前的严峻处境，并提交了一封信。参加会晤的维吾尔人表示，一些政党和议员可能会就维吾尔种族灭绝提出决议草案。迄今为止，美国、加拿大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已经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视为种族灭绝。9月25日星期日，活跃在土耳其的东突厥斯坦协会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了一场题为《我们光荣的历史、悲惨的现实和丑陋》的座谈会。来自社会各界的众多人士参加了会议。日本鹿儿岛国际大学讲师哈杰库特鲁克卡迪里，维吾尔学院基金会主席菲尔哈兹库尔班坦里大格勒，维吾尔宗教学者和活动家哈比布拉库塞尼和麦赫穆兹江大穆拉发表了讲话。他们在发言中回顾了东突厥斯坦和维吾尔人的光辉历史，以及我们今天在中国占领下的严酷现实，并就如何摆脱这种压迫和种族灭绝提出了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舒尔兹总理曾呼吁中国落实联合国报告的建议。他在演讲中说，这将是一个主张和力量的标志，也是更好的变革的保证。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本周称，本月初提交的联合国关于维吾尔局势的报告是错误信息的拼错。该报告是一个为一些想压制中国的西方国家服务的一个政治工具。德国电视一台连续报道说，新疆的主要居民是维族人，但北京的居民政策当地是人口结构日益向有利于汉族的方向转变。维吾尔人及其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被系统的压制。据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网站消息，当地时间9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拉，双方同意深化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合作。王毅表示，中方支持阿尔及利亚发挥阿拉伯联盟领职主席国作用，办好阿盟峰会，欢迎阿尔及利亚参与金砖大家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乌克兰已经接受了美国向其提供的先进的对空导弹系统。他感谢美国政府及美国国会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对乌克兰提供的支持。